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中秋连假，有元首真济来自全台各地超人去到花莲的灾区，去甲因斗洗厝内斗清水沟啊。即马嘛有需要人去甲因斗贴沙包，提早为了风台来做准备。另外，最近是有传出讲，有这不少的人士会伫网络甲志工诈骗，甚至扮作国军来骗物资。综协调官桂连胜就强调，会依法来办理。手提土啊，头鬃拔起，直接跳落去这排水沟。真细粒子的这帮乐天桃园啦啦队队长兰兰来到花莲国河乡，唔惊垃圾个辛苦，斗三工来乌遮烂土。看到各地的状况，其实还蛮难过的，这样，然后就想说，一放假，然后就有时间可以过来帮忙，就是所有的，不管是民宅啊，然后像我们今天一整个下午都在清这个光复国中前面的整排水沟，然后就为了把它挖通，然后让它可以疏通，不然下次水再来的时候，它会再淹上来。第9年救援来到灾区，兰兰讲原本一开始是要替其中一个救援，区险斗清引导烂土，结束了再搁刷到别个所在继续挖。有各地志工来讲，互乡斗三工，中央前线协调所讲，种交互清理进度已经100%，道路清理大约是95%。这2天重点是全力放伫30公里长的清水沟作业。除了这清洁队甲清沟车、高压清洗机这机械，更加需要志工来协助斗清巷仔内底的沟仔槽。另外围是需要贴沙包的志工提前来做防滑风台作业。有的清沟车，速度一天呢只能清20公尺左右，有的好一点，大概60公尺。今天会调集到650个这个清沟槽。那另外呢，也感谢很多的网友朋友，我们在发布网友讯息之后，很多人都自发的来。但是未来呢，还是要用大型的机具，希望整个可以通，水沟通了，侧沟通了，我们马桶才有可能会通。还有这个保安室，我们还是继续有志工在那边，大家都知道，我们今年的这个台风季还没有结束，我们预计要装1万个沙袋，提供给光复乡公所。最近也出现不少分子对志工诈骗，总协调官桂连胜提出严正警告，强调除了利用网络社群的不法探钱行为，对物资收容站出现称军号、假冒国军身份来骗取物资的这派人，相关认定是诈骗行为，依法上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